就是我们做包，你材料不好，其他一切免谈。那我一直在跟你们讲材料，你看我去多少皮厂，有哪个同行像我这样？他们吹牛是真的比我厉害，他们直播也比我牛逼，话术也比我厉害，直播间节奏也好，他们也有钱，各种投流，我没有啊，我只能展示这些我有，我多点真诚嘛，刷到我们的姐妹们，可能5%的姐妹留下就行了，够了，我就服务好你们。其他那些喜欢听人吹牛的，我真的没办法。而且有些很多姐妹刷不到我，最近有个姐妹突然刷到我们，她买了10几个包，她说哇，早刷到你，我就省了600万、800万了这2年。我说那是你运气不好，你现在运气好了才刷到我，不用靠这个吧，姐妹，没事就多点点我们的关注，你点完关注还能推荐给你的朋友，那你省钱了，帮朋友省钱，这不是有福报的事情吗？姐妹，有的姐妹说我在老徐那买的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？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我省了钱，我不能让我闺蜜一起省钱吗？有什么不好意思说？不好意思说，好像买不起原版，我就不愿意花那3万多买，就喜欢这个包的造型，仅此而已。这材料也好，工艺也好，我为啥要花3万，对吧？没必要嘛。